入啊！哇！迎花入道球員7號學生，7號，7號。阿布爾笠佢喎，笠龍門嗰隻先啊！10號 Vivian， 10號。哇！迎花入道球員3號 Andy， 3號。嗰邊，哦，8 Q， 我哋俾啲掌聲鼓勵歐神，哇！咁你又過分少少，你強你又過分啲，我哋俾啲掌聲鼓勵我先，好。哇！放水！未啊！未啊！未啊！2步3步1、2、3。睇紅頭呢頭有乜嘢啦？呢頭睇過，俾啲掌聲鼓勵 Vicky。哇！睇中波底。掌聲鼓勵 Vicky。再入啦，好啊！喂！我以為真係大家先。掌聲鼓勵13號 Vivian。多元勵志杯，最終東哥以5-4擊敗迎花女中，掌聲鼓勵兩隊球員。咁多位球員留步。委員會主席李慶年先生為我哋頒發銅牌、銀牌。銀牌得主係東區，東區喺第2場比賽互射12碼階段擊敗迎花 FC， 成為今屆賽事嘅銀牌得主。